讲到台湾咧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老人失智会变做真大的问题。即马就有科学家发现讲，这个失智症通常是会当预防的，也是会当互病情较慢恶化。嘛有专家是发现有14种的风险因素，嘛建议讲会当量早治疗听和目睭的问题。透过降血球加减少食加工的食品，减食这牛肉这类的红肉的食物件，对当拢有帮助。你敢是真介意食火腿、烟肠甲虾粥？若准食了想要减少得到失智症的风险，上好会当控制卖食伤济食的加工肉品。根据 CNN 引述一项初步研究的报告显示，比起一个月敢若食3份加工肉品的人，逐工加食31克的加工红肉，得到失智症的风险就加14%。毋过，逐工若改食一份坚果甲豆类，失智症的风险是降做20%。加工肉品有真侪添加物，饱和脂肪、钠，阁有硝酸盐的量相对较悬。已经有研究显示，食伤济会提悬致癌、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甲中风的风险。哈佛大学医学院专家威勒特指出，这项研究阁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究，分析加工肉品的倒一寡成分会致使失智的病情。不过，要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控制饮食绝对是真重要的。面对高龄社会，一项新数字显示，2050年全球失智的人口会达到1.53亿。失智并不是单纯的老化，是脑细胞退化、死亡，引起大脑的皮质受损，来影响到认知的功能。For about 30 years, we did not have any disease-modifying treatments. Now things have changed, and we see new treatments coming into the market, and therefore now we know that we have the potential to identify patients early and identify the right patients for these treatments. 出版权威医学期刊《刺骨尖》的组织最近发现有14项可能致使失智的风险因子，其中10项甲中年族群真有关系。专家提醒讲，保持身体健康的行动永远袂伤晚。对中年开始改变饮食习惯，加运动，定期健康检查，控制血糖、血压甲血油，维持健康生活形态，会当延长或者是避免失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